第9章，扫罗游园向主的学生，喙吐威胁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予大马色的逐个会堂，若是找到信奉这个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拢准伊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，得要到大马色，忽然对天顶发光，四面照着伊，伊就跋倒伫地呢。听见有声音对伊讲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困逼我？”伊讲：“主啊，你是一位。”主讲：“我就是你所困逼的耶稣，起来，入城去。你所得罪的事，的确有人甲你讲。同行的人徛伫遐，话讲袂出来，听见声音，却看袂着人。扫罗对涂骹起来，踢开目睭，竟然袂会看见什么。有人拖伊的手，带伊入大马色，3日袂会看见，也无食，也无啉。当时大马色有一个学生，名叫阿那尼亚，主伫异象中对伊讲：“阿那尼亚。”伊讲：“主，我伫遮。”主对伊讲：“起来，得过去。”伫犹大的家内访问一个大数人，名叫扫罗。伊拄祈祷，佮看见一个人，名叫阿那尼亚，入来换手伫伊身顶，互伊会看见。阿那尼亚因讲：“主啊，我听见真侪人讲，这个人怎样伫耶路撒冷苦害你的圣徒，并且伫遮有对大祭司长得来的权柄，捆绑一切求救你名的人。”主对阿那尼亚讲：“你只管去，伊是我所竞选的器躯，要伫外邦人、甲君王、佮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。我也要指示伊，为我的名，的确着受真多的苦害。”阿那尼亚就去，进入迄个家，将手放伫扫罗身顶，讲：“兄弟扫罗，伫你来的路上，向你显现的主，就是耶稣，找我来，互你会看见，佮互圣灵充满。”扫罗的目睭顶，亲像有人立刻加流落来，伊就会看见。对安尼起来，受洗礼，食饭就勇壮了。扫罗甲大马色的学生三角点一寡日子，就伫逐个会堂内宣传耶稣，讲伊是上帝的囝。凡听见的人，拢惊吓奇怪，讲：伫耶路撒冷残害求救这个名的，毋是这个人吗？并且伊到遮来，特别要捆绑因带到祭司长迄位，总是扫罗一发有能力扑倒伫大马色的犹太人，证明耶稣是基督。过了一寡日子，犹太人议论要杀扫罗，总是因的计谋，互扫罗知影，因搁入眠伫城门听候要杀伊。伊的学生就伫暝时用枪将伊对城墙顶擂落去。扫罗到耶路撒冷，想甲学生结交，因却拢惊伊，毋信伊是学生，只有巴拿巴接待伊，带去见使徒，
将伊伫路顶怎样看见主，主怎样向伊讲话，伊伫大马色怎样奉耶稣的名好胆传道，拢讲出来。对安尼，扫罗伫耶路撒冷，甲门徒出入来往，奉主的名好胆传道，搁甲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，因却想法度要杀伊。兄弟知影，就送伊落该撒利亚，找伊去大马色。迄时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逐位的教会，拢得到平安，受建立，凡事敬畏主，得到圣灵的安慰，人数就加多。彼得周流4方的时阵，也到徛起伫路台的信徒迄位，拄着一个人，名叫以利亚，得到变碎，伫石仔顶倒8年。彼得对伊讲：以利亚，耶稣基督医好你，起来，收拾你的石仔。伊就连边起来，凡那踮路台甲沙轮的人，拢看见伊，就归服主。伫约帕有一个女徒，名叫大比大，翻译希利尼话就是道家。伊讲行善事，多施真济。当时伊患病就死，有人将伊洗，停伫楼顶，路台原甲约帕3郡。学生听见彼得伫遐，就找2个人去见伊，要求伊讲：赶紧到阮遐去，毋通延前。彼得就起身，甲因相甲去。到了，就有人带伊上楼，众官妇拢徛伫彼得的边仔口，替道家甲因相甲伫立的时，所做的内衫外衫，互伊看。彼得叫因拢出去，就跪落祈祷，转身对死人讲：大比大，起来！伊就踢开目睭，看见彼得，就坐起来。彼得伸手扶伊起来，叫众圣徒甲官妇入去，将刀架活活交互因。这个事传遍约帕，就有真侪人信主。此后，彼得伫约帕一个番皮师傅西门的家内踮做日。